从此日千丝百柳江城西，玉门四海难相逢。此情一片难自知，马身独靠金府中。我为你丢儿扣了多少，我为你在手下也做自动。老母愿派儿不归，童儿灭子无影踪。所有光阴必永逸。前夕金色恨他夫人受人，而家夫妇备受，无中好。今日定能见家用，谁知小姐冒风闻，我们强婚时雨落空。我总到三更水中已无路，谁想到问他夫人迷我把莲花送。今日我要倾吐中上表心意，愿小姐连在心一家无用。菩萨上得溜去，旁边去娃子丫头真是厉害。他啥不让我进去讲话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有了，刚才写好了两股小帖儿，不免将他上玉兰地。小姐见了，定会问我。自梦啊，你陪我身边已所用，望你今日有灵通。小姐跟前随我意，这件好事先让你立大功。几句来此一日阴阳门，叫我是无辜之一送怪你，欲恐怕要阻隔了我三生既来此岂有不敬之理？待我见其应时。啊，妈妈开门来！妈妈开门来！啊，行头胖堂，说人就要开门。啊，妈妈，
我是霍逊啊！啊，我是霍逊。哦，啊，妈妈。哦，霍逊哥哥，向你老朋友来了。哎呦，不敢当哦，霍逊哥哥，侬叫开门有说个事体。啊，妈妈，我奉了老爷夫人之命，送来平地莲花与小姐问丧。哦，哪来？什么？录音发票啊！哎呀，我倒忘话了啊！搿是不好进来哦。妈妈，搿搭是阴阳家，里面都是女眷，像侬搿个年轻小伙子进来，搿是男女分别哦。啊，妈妈，我是奉命而来的呀。哦，侬是奉命来哦。哎，我是奉命看守哦。没录音牌票是不好进来。在我陪你上前，我搿个老太婆是吃罪不起哦。啊，凄凉啊！侬叫我亲娘啊，妈妈，我在叫你亲娘啊！我活到搿只年纪，没一个人叫我亲娘，侬都叫我亲娘嘞！妈妈，侬等一些，等一些。啊，亲娘！哦哟，不敢当哦！哦哟，我是我有介聪明能干的干儿子，困到半夜里做梦啊，会小心哦。亲娘，你看我绣的花篮不如旧的，恐怕莲花枯焦，这便是何是好啊？哦，哪来？我去送接小姐。